啊，大家看噻，小狗出来了，这种才是纯种的中华田园犬了啊！有几隻公幾隻乸㗎？三隻公啦，哦，他說3條是公的啊。出門嘅啦，乜嘢嘅叉嗰啲，回家嗰啲。哦，即呢個啦，先啦。一條黑色的，看看這條黑色的啊，看發唔發色？我識嘅上九下七嘅。睇舌頭睇下，看舌頭。牙齒而家都讀咗低啫，零色望，遲啲短把黑色㗎。哦，花舌頭的，真是太可惜了，不是黑舌頭的。如果是黑舌頭的，這樣子的小狗就叫烏黑。如果是烏黑的話，那就好了，懂的朋友都懂。現在再拿一條三角紅過來看看，這條頭版很漂亮了，絕對是精品。尾巴硬單陣，你睇咩？睇咩啊？你睇埋到啲。這種才是真正圓頭短嘴小耳朵的，眼睛又深，看上。三隻都夠深。很英祖的啊。舌頭又是純粉色的，這種才是純種的三角紅。就看一下這條白色的吧，這條白色的啊，也是圓頭短嘴小耳朵的。哇，真的很霸氣，這條也是小公狗啊。小狗就是這位朋友的這條是母狗。現在這3條小狗都在一起了啊，大家看一下，都是虎頭貓耳的，這種才是中華田園犬啊。這種小狗只有我們兩廣地區才有的，廣西那種叫土獵，我們廣東這邊叫土狗。網上我們叫它中華田園犬，像這種這麼漂亮的中華田園犬，現在已經很難遇到了。好了，這期的視頻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。